你話住喺啲咁樣嘅大平層入邊，每日會唔會有煩惱嘅咧？哇！你睇啲咁嘅景觀，真係靚。嗱，好多中意4代住宅嘅朋友咧，可能都唔知道呢個項目嘅存在啊。咁但係我覺得咧有必要啊，等大家一定要了解下。今日呢套房259平方大平層，我第一眼咧就好中意佢呢個露台。你睇佢呢個露台夠唔夠大咧？佢雖然唔係6米挑高嘅空中露台，但係佢足夠闊喎，做個茶室啊都完全冇問題。再加埋啲咁樣嘅景觀，真係正啦。第二個259平方大平層，呢個尺度咧喺中山嚟講咧，可謂係少見之餘啊！嗱，層高都可以做3.15米。呢個樓盤咧，佢唔係啲新樓盤，佢20年嘅樓盤，但係可以做到咁樣嘅層高，真係好稀缺。你睇下，總裁，你屋企嘅餐廳加廚房夠唔夠大咧？哇！我覺得啊，阿嫂每日喺度煮飯啊，都好煩惱啊，啲餸都唔知擠邊邊。好啦，仲有點出邊咧，仲有個生活陽台，外邊咧有個雜物房添嘅。我覺得呢個咧都好重要。4代住宅咧係冇南北雙露台嘅。嗱，呢度就俾到你啦。呢種空間尺度感咧，我覺得啊，呢套大平層比之佢哋嚟講更加勝之更加優秀。好啦，再入嚟睇睇。呢間屋咧，其實佢係做4房嘅，但係咧佢做樣板嘅時候咧，先做咗3房俾你。嗱，呢度咧其中一間套間房，入邊有個衛生間嘅，就唔帶大家去睇啦。空間尺寸嚟講咧，都非常唔錯。呢邊啊，仲有一間房，呢間咧就套間嚟㗎啦。嗱，呢個套間衛浴都夠大㗎吧？嗱，呢個房屋呢個空間感，嗱，我覺得都完全夠用啦。作為兒童房嚟講，最緊要係咩咧？你間主臥嘅尺寸，呢個主臥嘅尺寸咧非常唔錯嚇。你睇行到入嚟，一邊係衣帽間，嗱，呢邊衣帽間，呢邊咧衛生間。當然啦，後期交付佢係無坯嘅嚇。嗱，你睇呢個主臥空間，呢度完全可以擺張大床，嗱，前面擺梳化，完全冇問題，完全夠闊。仲有一點，你睇呢個景觀，佢同你嘅陽台嘅視野咧一模一樣啊！望出去完全無遮擋。哇！呢套大平層咧，我覺得啊，係所有4代住宅嘅平替產品。關鍵係咩咧？呢個小區啊，品質亦都非常之高，容積率1.67，綠化率去到話啲49，可以講係中山改善大平層嘅天花板。